中式牌講表象啦，咁你啲西式牌會比較講啲潛意識嘅問題多啲嘅。你嘅過去牌咧係張逆位嘅聖杯六，咁咧其實你自己如果 in case 你係之前有拍拖啊或者有啲感情嘅話咧，其實你未 move on 咯，你而家都係一張寶劍三嘅狀態，一個好傷心欲絕啊。其實就算有 OK 條件好啲或者正常啲嘅人埋嚟嘅話，其實你自己本身都冇辦法敞開心扉咯。咁睇先7、8、9、10，第10月份咧有機會會出現一啲突如其來嘅消息，但我唔知係咩啦。呢個你自己可以有心理準備啦。咁就唔係好消息，係壞消息嚟嘅。第11月嗰張牌就話俾你知，你會有啲嘢係你永遠都等唔到咯。因為我又唔知你內心想等啲咩，但係佢有個咁嘅暗示，跟住然後就有張女王牌出現。我覺得你其實可能有機會。我估嘅就係我唔係好肯定啊。我估咧你係同之前嗰段關係有關嘅呢啲暗示嘅牌，貌似係識人啊，睇下有冇其他對象，但係你內心其實都仲有一個位置俾之前嘅人咯。咁然後發現之前嘅人可能出咗鋪啊，有男朋友啊，結埋婚啦，即係我是打一樣啦。總之有啲唔好嘅消息，你又會覺得其實我都真係永遠等唔到佢，跟住你就即係原了敗如無意外，你先至開始真係叫做去試下其他，你先至開始交心咯。我覺得你呢樣嘢係你呢半年係收緊呢個課題，你應該年尾先至真係叫 move on 到咯。